台前呢嚟緊會放4條氣球柱，稍後呢各位主禮嘉賓呢就會一齊用竹籤刺穿氣球柱上面嘅大氣球。當氣球爆咗之後，大家估唔估到會有咩神秘嘅效果呢？我哋先買個關子，而家先請各位主禮嘉賓影一張相留念。一陣當我哋數到3嘅時候，各位嘉賓呢會一齊刺穿氣球，而我哋嘅一團和氣日呢就會喺熱烈嘅爆破聲中開始㗎啦！大家預備好未呢？預備好嘅話，我哋就一齊數1、2、3，一團和氣日正式開始。